千年少年是章入时节，安样写到人嘅脚步都係上帝嘅天，是跟人類五帝之家嘅生活中嘅路途。嗱，是跟人類五帝前面嘅路途嚟講啊，是個出係聽上帝嘅路線嚟行，因為是跟人嘅腳步都係上帝嘅天。即千年少年38節安樣講到，因為到自家嘅前途熱天要嘅，自家嘅盼望唔是切合，自家嘅盼望唔是磨合在上帝裏面，所以自家係聽上帝嘅路嚟行，照上帝嘅命令嚟行，自家嘅前途熱天要，自家嘅盼望唔為切合。因為這間人類嘅腳步，上帝嘅天，這間人類安強鋪排，安強打算，但係冇一天有準時，冇一天有對，因為上帝讓嘅天，嗱，所以這間仰望上帝，相信上帝，這間求上帝嘅恩典，看待這間嘅路途，一天得到要利息嘅路途，要成功嘅路途，阿門。